高铁啊，南北来往的频率好像比那个公车还要高呢。哦，那个是要往嘉义太保那边的高铁站，从嘉义太保到那个高雄仁武啊，这个高铁高架桥两边说要那个建造公路呢，可能变成新的省道。在网络上传了，说可能到2032年，看看有没有一些成果。说那个关田到新市啊，关田到新市那一段可能会先建，然后嘉义太保高铁站那边往北到新港，嘉义新港要去奉天宫啊，要去北港朝天宫啊，就有开过，我就有开过那个公路，从那个嘉义太保站啊往南也有一段啊，接到那个东西向快速道路那边，往北到那个新港，嘉义新港啊，下来以后出来以后往东边就是到新港奉天宫，再往左边的话是到北港朝天宫。要建造那个公路了，你看。现在就是在看说那个高铁的频率南下了，北上了，刚刚北上了，可能没多久又有南下的频率好高啊！前方那个很多车在跑了那个是中山高速公路，中山高一高，后壁这边的，然后比较东边的是那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是2高，南2高，有1高就是中山高速公路，也有2高，就是那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。福尔摩沙称呼台湾宝岛，美丽的岛。福尔摩沙是称呼美丽的岛，台湾岛。福尔摩沙是西班牙人还是葡萄牙人称呼的？西班牙人是有占领过南台湾，不对，应该是北部的淡水那边。荷兰呢才是占领南台湾38年，后来被郑成功赶走。早期西班牙、葡萄牙腔，后来变英国的腔，后来变那个美国腔，后来那个历史学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。你看稻田里面有看到杂草了。有看到吗？绿油油的一片，嘉南平原你看，那个是高速公路，中山高速公路后壁那边的，往右前方往北的，会到那个新营休息站。现在在这边等呢，等那个高铁往南下的高铁火车。高铁高架桥两边呢，要建造公路啊，这样方便呢。从那个嘉义太保要经过台南西宁这边，再往南到台南府城，经过在东边的了，在沙仑站那边东边的，然后再往南到高雄仁武。你看有那个很直的道路啊，交通就会更快了。嘉义太保到那个往北新港，嘉义新港要到奉天宫，然后往左边往西边是要到北港朝天宫，就是到那个
新港那一段的道路早就有建造好了呢。哦，就在这边等那个高铁火车，看看那个北上的跟南下的频率很高啊，可能比那个公车还频率还高，就没多久就有一班车了。你看，还看到那个是福寿楼呢，也在移动呢。你看啊，如果是幼苗浮出水面5公分很幼嫩的时候，就最怕那个福寿楼把那个幼苗吃掉，所以有的都还要先喷那个，先撒那个防福寿楼的药呢。啊，世间要有成就，有收获啊。都有一些不得已的无奈啊！把那个灾难化到最小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啊！你不要发生有机栽培比较好，但要花很多人工呢。你要处理那个福寿楼，整块田地那么大的面积啊，看你要看多久，检查多久。剪好了要把它丢到哪里去啊？这都是学问啊，不杀生要把它抓去哪里放生啊？不杀生。得到身体健康、平安，不造那个因果，避免得到那个因果病啊！哦，刚刚频率很高，南下北上的火车没多久就一班，这一次等了很久了。哦，这一次真的等了算久了。可能有那个时段呢，某个时段班次会比较多了。还曾经拍过那个南下北上刚好会车的呢，南下的高铁火车跟北上的高铁火车会车呢。现在暗暗的拍起来效果不好，要那个光线够拍起来才会清楚。稻田的旁边如果那个灌溉的话你看旁边的地比较低，都会渗透过来，有时候那个低的地方都会看到有水然后有的喷草药，你看像这个草都干枯掉，那个就是喷草药。那草药它喷到那个农作物，所以你看有的不能有1公尺以上不要种那个菜，免得采收那个菜来吃也不知道有喷农药，所以那个要考虑这个是芋头种这个是芋头比较不怕那个水灾，但是这主要都是秋天
冬天了嘛，秋冬春天，春天哦晴涨比较多，也是怕水灾吧，没有水，但是水灾还是不好。以前这边台风季节淹水，是因为北边那个说堤防，北边多远了？北边不晓得多远了。后壁水上还是哪里？嘉义水上，还是附近那个什么？浊水溪的吗？浊水溪的那个合体吗？合体有合体的问题吗？造成那个水都流到那个南边来，就会影响范围这么大。那嘉南平原呢，那么多地方呢淹水啊！极端的气候啊，要防那个淹水。极端的气候呢，很多地方哦，4月份高温达到30度了，甚至更高的话，很多地方呢，东南亚的也有，非洲、美国的那都有，非洲赤道那边的都有啊。台湾的都有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都有，东南亚的，泰国、越南还是缅甸还是越南，泰国、缅甸、越南还是哪里？都有高温的。美国那个西南部都有高温的，北非啊、中非都有高温的，南美洲的也有高温的呢。南美洲北部、中部都有高温的。极端气候啊，地球温室效应啊，温度都升高啊，圣婴现象，超级圣婴现象，很高温啊。之前很早就谈那个臭氧层破坏掉，地球温度升温，好像地球发烧了。变火球呢，表形容说气温的升高，它也要造成那个北极那个积冰啊，北极那个冰层有的融化了，它有的会造成那个某些海边比较低的国家有的淹水，快要沉没了，淹水，可以网络搜寻就知道了。这一次等了很久了，还没有看到南下的火车呢。刚刚好像5分钟就一班了。得来不易啊，能够看到高铁火车，要知道得来不易啊。这个叫做空心菜。那个声音好像是高铁火车。这一次也是北上的哦。一开始就是拍那个北上的。这次已经2次了北上的高铁火车了，南下的还没有看到。刚开始录影的就是北上的那个高铁火车，想说没多久南下的就会来，没有了。这一次等了很久了，10多分钟了。结果还是还有北上的高铁火车先出现。等一下看看是不是南下的高铁火车要下来。以前通常都是这样。在易经来说叫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南边的阳，北边的阴。
男为阳，女为阴，火为阳，水为阴，白天为阳，晚上为阴。人世间难免阴阳二元对立啊，但是人的智慧应该要能够超越阴阳对立啊。人的身体是有阴阳的，阴的就是五脏啊，心肝脾胃脏；阳的就是六腑啊，六腑就胃啊、大小肠啊、心包络了、三焦了、胆啊、膀胱啊、胆、膀胱、心包络、三焦、胃、大小肠、胃肠、膀胱、胆是阴，是五脏；胆才是阳，是六腑。所谓的心包络三焦，胃、膀胱、大小肠、胃肠、胃、大小肠，然后膀胱、胆，然后心包络三焦，这是属于阳的，叫六腑。脏是阴，腑是阳。你看啊，阴阳五行，心肝脾胃肾就配合五行。心是火，肝是木，脾是土，胃是金，肾是水，五行相生相克。就中医的基本理论，就阴阳五行呢，这是比较笼统的。西医就比较那个精细了。各有千秋啊，各有千秋啊，要是合则两利啊。现在在等那个高铁火车南下，这一次等了真的很久。快要下雨了，你看那天色都暗暗。哦，真的来了！这一次真的南下的火车来了，南下的高铁火车来了。这一次高铁火车南下的来了。这次等了这么久了，你看已经快18分钟了。高铁火车，两边两边高架桥两边说要盖公路呢。在网络上看到了，看看2032年是不是有一些成果。先要盖那个关田到新市，可能是配合南科工业园区已经拍了很久了。